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两遍得超生，此念三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此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时空，一空再空三空四空五空六空七空八空九空十空手。回向文：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陈金鸾，姓氏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江月之前贤，回向于江月之前贤，祈请弥勒古佛、祈请弥勒古佛、地藏古佛、地藏古佛、济公活佛，公活佛，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令其身体得以早日康复，令其身体得以早日康复，令其身心健康福慧增长。令其身心健康福慧增长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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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天师的，感谢点传师。